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12月19号中嘉台电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议员蔡永全伫自由发言当中指出，因为电动汽机车的充电站无普遍，加上照明无够，来影响民众使用意愿，嘛烦恼加拖城市，最后会沦为考核，所以要求市府加紧脚步，增设充电站，同时改善照明来保障消费者安全。打造台南成为一个低碳城市，是市长赖清德自就任以来的一项政策目标。不过，当初积极推广的电动汽机车，为几当前到今数量并无明显增加，充电站的设置也无够普遍，照明的设备需要改善。因此，议员蔡永全认为市府应该要继续加码，延续推动这项计划。电动车103年，这个案咱103年开始设的时阵，到近统计，这是公路总局的数字，79、52升中到79嘛，达升中27台，3档来升中27台电动车，这数字是我感觉有待加强成长的空间。那是安怎市民不会，他们很认同低碳城市，很认同。不过我嘛是希望会当大家拢用电动车嘛，但是安怎无人敢去用电动车？那么因为去哪里充电？只有几个地方，我请教这个咱全台南大台南会当充电的所在有几个所在？我跟议员报告了因为我们市府的分工是这样子，就是电动汽车是经发局来主管，那电动机车的推广是环保局，这我当然知道。交通局现阶段我们是负责电动公车了，你只负责电动公车吗？是，那这一部分是那是不是这个政策我要拜托秘书长是不是请那个当主管呢？对不对？来跟你说明一下。议员指出，目前汽车充电站只有19站、65座，机车充电站300多处，建议会当甲超商签约合作，增加充电的便利性，提高民众使用电动车的意愿。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打算推出电动汽车共享计划，让汽车嘛当参照公共卡车同款，方便大家来组织，对来改善交通的塞车，同时嘛当降低空气污染，加市民行车的成本。对此，议员李推之上伫总质询嘛建议市府会当引进该项计划，提供民众另外一种交通的选择。点市现在有公共自行车 T-bike 提供市民，也就是外地游客有副城的一种交通工具。不过，因为台南的土地面积真大，若是要为市区到溪北地区佚佗，可能真少人会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前往。对此，议员李佩芝建议引进汽车版本的 U-bike， 方便旅客游整个大台南。汽车版的共享的运具在高雄就要上路了，一样就跟这个 U-bike、T-bike 一样，先加入会员，拿你的卡，逼一下就可以把电动车开走，然后这样子节能减碳，同时又不用在广大的直辖市里面卡卡陪串，所以市长诚心的建议，在技术成熟的状况下。高雄都已经把这个规格跟规范做好了，我们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可以尽速来跳跃式的进步，来引进汽车版的 U-bike， 不管你要叫 U-car、T-car 都可以。那我们这样子直接把电动版的这样的一个共享的运具引进到台南，我们也可以比较摆脱掉这些东西，而且迷你型的电动汽车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台南的府城或者是郊区的旅游，我想这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另外，议员李推之指出，台南有真侪国家的学生来这学习中文，因是要到市府各单位实习，所找无联络的窗口会当下询。对此，市长赖清德指示由新闻处来负责处理。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
台湾交通界上午的议会再次提出保地起案比调来质询市长赖清德。台湾质疑民进党政府甲赖市长拢主张台独的立场，已经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吹破。对此，市长则是反驳，认为台湾前途并受比调甲奥巴马决定，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将要下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只要维持一定程度的驻地，台湾就会宣布独立。对此，台湾家长界伫议会自由发言当中，就针对这项议题来质询市长赖清德，双方就因此开始激烈辩论。你弃医从政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独立。我主张台湾独立，开始无唔对。台独就是恁一路骗，你们骗了50年了。国际局势，你跟我讲讲看，国际上哪有说主权跟治权可以分开的？欺骗台湾社会，欺骗了50年。啊！你上咧欺骗，你骗一路来，啊！你台独你唔就好，我看卖啊！我主张台湾独立啊！主张啥啊？政治领袖啊！爱护人民一个方向啊！台湾独立免啊独立啊！求钱无能力。求和无智慧，台湾要独立。美国总统已经出来甲你制止啦哦，啊恁呢？那旧仔囝的，啊要独立，你无甲台湾的乡亲教一下。台湾要独立，即马美国讲的，这已经牵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反统一啦。反统一，对啦。即马现界大无人要统一，啥物人咧主张统一？今日咧替日本人讲话尔啦，你说日本要向台湾统一，你一路来就是拢咧替日本人讲话。会后，市长赖清德再次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目前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见。现在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希望透过交流合作的过程，双方会当互相理解、谅解，然后达到和解。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目前社会大众的意见啊，都主流意见。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求同存异，透过交流，透过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然后达到和平发展。台湾新闻台山林跟采访报道。针对新市政中心的开放决策，有将近200位公民伫顶个月26、27两天，透过民主审议方式，甲市府官员共同交换意见以后，最后要对7个新市政中心的地点选出一个上界适合的所在。上午市府嘛公开向市民报告整体推动的进度。新市政中心开放决策。让市民朋友会当自由表达意见，透过民主理性的互相讨论来决定新市政中心这个台南市未来重大议题。将近200位的公民，伫咧11月26、27号2天积极讨论，将更加多元的意见甲思考模式，让市府的官员会当听到。那市长在104年的时候，大概也有宣布了，我们新市政中心的部分是以开放决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104年，我们也进行了在线上论坛里面，大概做了1整年，包括评估指标，在线上论坛里面去让民众提供一些增删的意见。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线上公民论坛，线上的部分的一些民调。我们有1整天的时间去办理抽签。那抽签的时候，我们还用线上直播，就是讲袂好你照相者，没有作弊的空间。那每一个抽出来的，我们会现场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意愿来参加。那实际上那一天全程1天半参与所有的公民审议的过程，大概是190位。那我们在第1天的时候有3个面向的议题，会去抽取他在这里面大家大概看得到哈，实际出席的他的这个比例，像专科以上，在这一次的公民抽选里面，他的学历是比较高的哈。虽然我们在过程里面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一些学历历程都能够有做一些平均化。但是还是难以避免，因为新市政中心的这个议题确实比较专业，所以我们在高中高职以上的参加的人是比较多的哈。开放决策展现了台南市公民的理性甲力量，也实现了民主的价值。最后对7个地点目前检讨出南科 ABC 的周边，善化木家寮湾大道的北边，新市看西农场的市周边，这3个所在其中之一。将会成为台南市的新市政中心。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
伫这个岁末感恩的季节，有一场由总铺师蔡瑞成所主动发起的爱心食饱活动，会中伊展现手艺，做了一大鼎的好料，要来招待临安基金会所照顾的弱势民众，要互因食饱有气力去面对更较侪挑战。爱心总铺师蔡瑞成伫个冷冷的天，用新鲜的食材准备了一大鼎的丸仔咸汤圆。要互侪侪流浪街头的街友以及独居老人，希望因会当食好少少，互身体有力量，会当抵抗冬天，也互心灵温暖起来。爱心总铺师不只是伊家己一个人做爱心，就连伊的看手甲因后生也拢做伙来做爱心。仁安基金会台南站这边站长只有一个人，然后需要来帮他募款，然后也呼吁大家一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我今天特别把我的太太，然后我的小孩一起来煮这锅非常有温度的冬至爱心汤圆，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冬至了。然后希望提前让这群韩式朋友能够感受一下这锅汤圆的温度，然后让他们能够暖在心里面，然后也让他们如果鼓励他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有能力去帮忙更多的人。除了展现手艺。煮好食的，互弱势民众享用。同时，爱心总铺师蔡瑞成也将前一阵仔比赛得到奖金全部拢灌水，使人感动。今天那个爱心中破塞啊，来到我们台南平安站仁爱基金会台南平安站的现场哈，那就是因为冬至快到了，那爱心中破塞提前为这些韩士们暖心哈，煮那个汤圆，然后台香的鱼丸哦，那。他今天也特别啊，因为他昨天有参加那个台南市烹饪工会的联菜比赛，那今天就是来到现场也那个捐赠给我们仁安基金会，然后在1月22号举办的韩式吃饱30活动，目前募集的经费只达到30%，那我们希望社会大众可以共襄盛举，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爱心专线2363811。2363811。爱心总铺师这个自发性的爱心活动已经持续3档，每一档冬至时阵煮小小的食物来互弱势民众享用，也希望伊的爱心会当互更侪人合适，互爱愈来愈大。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端开车门啦！杨端是开车门，杨端是开车门，杨端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6年交通安全这个比赛最后一场决赛选伫台南一中来上演，总共有10支各种队伍要来车拼，每一位同学拢尽卖力演出，希望当代表学校摕下上好的成绩。一年一度的我最爱选交通安全在个竞赛总决赛，16号暗时伫台南一中的军营场举行。今年的队伍总共有10间高中报名参加。分别依照舞蹈、戏剧等方式来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并且为了号召更加侪年轻学子的加入，主办单位也邀请艺人林心怡担任今年的交通大赛。
2016我最爱选交通安全在地竞赛名次结果出炉，由台南一中得到冠军，亚军甲季军分别由台南女中甲新丰高中旗下，为这届活动画下完美的 ending。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般讲到跨年晚会，拢会受到歌手名称的表演节目。不过现在海北中共结合大港地区各大庙宇所推动一串一庙一家团的运动，伫今年最后一天暗时，嘛要举办一场跨年的演奏会，用音乐来陪伴民众迎接2017年。之后我们再修，我要先让你清楚，你这里左右我们乐团的旋律，这里只有你而已。来，大鼓跟他一起进来，1、2、3，走。九个乐团加紧脚步练习，培养互相之间的默契，为的就是将伫12月31号登场的跨年演奏会。这场演出结合了大港地区调风宫、保安宫、宝山宫、大田宫、慈安宫、福安宫、兴安宫等大庙，邀集超过200位乐手，伫跨年当暗用音乐陪伴民众迎接新年的来到。希望讲，这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因为未来这个文化中心不是公部门，不是市政府在经营，是公部门、市政府和咱地方做在经营。伊若一串一庙一乐团的，希望讲这乐团就是未来，伫咱家己的文化中心去表演啦。希望甚至希望讲，遐大家拢会当听到音乐，咱有做个目标啦，希望讲创造寡。咱下一代也好啦，10档20档，咱今日孙啦有我一个较无共的环境啦咱迄个演奏到有一个精髓的时阵迄个合成一气我感觉足好安尼。所以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学习，我感觉讲咱这个风气一直推展着不得了尤其是大家拢有咧甲伊看。看了，伊嘛要学，伊嘛要学。我感觉讲，这个学习的风气会当加强讲咱一般的人对生活的充实，加这个智能的开发这个物件若学着迄个脑中迄个开发迄个物件去取块安尼来人会感觉讲愈来愈好啊。大港大殿跨年音乐会，12月31号暗时8点半，准时伫调风宫庙前广场举行。庙方估计，当暗将会超过1000位观众到场同乐，欢迎大家做伙用音乐迎接2017的来到。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迎接圣诞，在百货卖场拢是以圣诞树装饰来营造欢乐的气氛。不过，伫东区购物中心，却要请菲律宾知名艺术家伫室内外打造3件大型的装置艺术，参照艺术的游乐园同款，要让消费者有全新的思考甲感受。艺术家借着旋转木马游乐设施来思考，对顶层打造自然封闭的池仔、鲨鱼甲酷鱼等无共动物，以及顶层的天使、魔鬼甲怪物，象征无共生命形式气氛。加上双尾或者是双头的木马造型，呈现出艺术家要表达和气和强。购物中心特别伫圣诞甲过年期间，邀请菲律宾知名艺术家罗纳德来打造装置艺术，并希望有无共款的圣诞装饰。实体跟虚拟，那目前整个全世界的一个话题，虚拟的就是网络一直要入侵到一个算是实体，那实体的业绩就会被这个网络占据掉蛮大的一个业绩的占比。可是购物中心我们是属于实体的，那实体怎么样那网络没办法取代的我们大家知道，一个是餐饮吃的话，你虚拟那个虚拟绝对没办法取代再来的话就是艺术品音乐等等。那我们知道Christmas 他们都是用耶诞树那我们今年就撇开一个耶诞树的另外一个创意就是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吸引消费者，所以说我们这次从菲律宾邀请这个菲律宾的一个艺术家，把这样的一个非常艺术带到台南来，那也让消费者说来过跟以前不一样的耶诞节。大家创新思考，嘛得到这世界消费者纷纷停下脚步来欣赏。
这个作品很吸引呢，它是很独特，而且也感觉上是非常的新鲜，然后会跟一般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对，而且也很少在百货公司或公共中心会看到这么特别的一些造型的一些作品这样子。觉得这里的圣诞气氛还蛮特别，就是跳脱以往的圣诞节就是要圣诞树，然后这里是结合一些游乐园，然后它就结合艺术家的作品，然后还蛮特别的，很新奇，对。当年除了室内伫户外广场嘛，用天然的竹仔所创作的彩虹艺术，向前循环的生命相当显目。嘛邀请有兴趣民众不妨来行行看看。电新闻滚及郭博义彩虹报道。位伫北区文玩国小，因为操场的跑道牢固需要翻修，但是经费不足，和学校相当困扰。提出万向文教基金会伫知影校方相关的需求以后，表示将捐款150万来协助，相当感谢。文玩国小全校总共有86个班级，超过2400位学生，是台南市国小学生人数上介济学校。创校18年以来，运动场的 PU 跑道从来毋捌翻修过，已经有真侪所在破损，需要修理。万向文教基金会知影学校的需求之后，表示要捐赠150万来协助翻修。今天来这个地方看到同学呢，非常高兴要参与今天的这个运动大会哈。那我想给熊带来150万，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觉得非常的温暖哈。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祝福今天的校庆呢，能够顺利圆满，也祝福我们云林国小的校运呢能够昌隆，祝各位同学呢都能够学业进步，身体健康。代表我们就是远雄企业团赵腾雄赵董事长哈，对于大家的关心就是我想台南是一个好地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就是文渊国小的对面，跟大家这个地方来做邻居。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缘分的话，我们希望从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开始。那我们也预祝大会今天非常的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跑道维修经费总共需要200多万，出来不足的款项，就由着家长会长刘丽曼来赞助。新的跑道预计将伫明年3月完工，到时阵将予全校师生一个安全的运动空间。台南新闻张伟忠彩虹报道。最高社原本是空军的眷村，伫中卫以后改建成现在社区大楼，而且该大楼嘛是最高社周围第一座的大楼主体，所以管会为了联络住户的感情，特别举办圣诞晚会，要大家有一个难忘的回忆。世界辉煌大楼原本是最高社空军眷村中卫改建的。大楼伫去年3月交厝了后，目前大约有111户人家入住。社区机能健全，有图书馆、健身房、教育厅，非常适合规家伙仔活动。为了让住户会当更加熟悉，管委会第一届举办圣诞晚会举行抽奖，并且邀请议员吕维颖、蔡淑慧、曾玉珠来到现场担任抽奖的嘉宾，甲住户同欢。世界发言，是在水交社，也是我们在水交社南区第一栋大楼。我搬来这边也2年多了，那因为大家住户的支持，所以让我们这个世界发言所有的住户相处得非常的融洽。那这次我们是第2届管委会，那选举第3届的区分大会的委员，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机会，因为圣诞节也快到了，那也快过年了。所以我举办这个活动，就我希望说整个社区动起来，还有也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那我们这边所有的住户都非常好，希望我们在南区这个世界发言的区，能够在南区宣扬出去。一般大楼居民比较较少有往来，管委会主委柯惠美举办晚会联谊，为的就是凝聚住户感情甲向心力。在追求速度人情冷漠的现在，有了一个暖暖的人情。台南新闻张伟忠彩虹报道。今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16度到25度，白就好。
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9日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